kênh FF Channel số 100. Chúng con xin cảm ơn. tene randina yongchen 망치와데 tene ne 제야당 면람도야당 진짜기 최기 또 최와 최기 삼노당의 영화 인상 tene 근홍 다든지 년비값은 근홍 믹스기 근홍 믹스했던데 전화 야부시라레스 今天呢来到这边呢，都是为了这个法而来的。那么这个现在呢，尤其现在在听法的时候呢，更是呢要有特别的这个动机。 tene 최대 맨나지레 스삼고레스 要想呢，法就像是药， tene 최년ken 랑 단 네파스디 tene 아사 항범매바 주부 탕범매바 주부 장범매바 주부도 셈바 이가 탕범매켄 든지기 섬이야 那要想呢，闻法者自己呢，就像是一个病人，身体不舒服，心呢，也就是身心呢，都是这个不健康的。 tene 디나지 다른디 택바 첨부기 가서 땡주 인성 tene 택바 첨부기 택바 첨부 인스 삼켄 속에 택바 첨부기 삼노 땅땅야 제거됐어 那么像说呢，今天呢所听的法呢是大圣的论著，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想法上呢，也必须是要有大圣的想法。 tene 지당 삼로 균홍 제땅기 권에 최년탕 최 남쪽나야 주당 아가 자기 레스 那么就是呢，这个因为的这个动机呢的不同，所以呢，听法的就是呢，这个情形进入到耳朵的情形呢，也会是有不同的动机的话呢，这个听法的这个情况，这个法进入到耳朵的情形呢，也会是不同的。 저랑서 카시엔디나 쫀죽생데 가레이나 다티치 하고도 삼베기 덴제기 러브종당 다직 주요 제점지기나 대가 점지기 때문에 저랑 사고 그랬어 那么就是要是呢想说这个路菩萨是什么，想要这个知道，以呢就是学习的态度呢来这个听闻的话呢，你是可以就是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内容的。 때문에 저랑 3시간 속에 다단디 때문에 디 년두가나 내도다 말라비아티 마 년두 때문에 딜 때문에 파단에 비sem제 탐제 산지 고방 거야 기차진지 때문에 레드 주고기 예선비 근황된데 지도거든요 那么我们呢在这边呢听诸菩萨行论的时候呢，要这个想呢，就是要让所有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成佛，都能够证得佛陀果位。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来这个听闻，在我们听闻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想法、这样动机。 전에 철학서 장보면 방아양 다디 생현다 부디 가인장 방아양 전에 삼바장보 전에 대양 삼바장땅 때 가상 라바나신 삼바장땅 약슈 장축이 셈 딜라 때네 전에 남기타다니 비셈제 탐제 산지기 고방 토야기 주직 레 투버 쇼 셈 멤버 장축이 셈 더버지 고고야 不只是各位，像我呢，这个我在这边说呢，这个大圣的教法，就像呢昨天的这个所说的，在所有的善心念当中呢，最好最殊胜的就是菩提心。那又是依着菩提心呢，来这个就是思维，心中呢想呢是为了要利一切众生，愿呢这个成佛。那么这个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愿，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会是呢这成佛的这个因，就会是成佛的因。 tene 진짜게 근홍은 땅네 최생켄당 년켄이가 근홍 근데 땅나 tene 최체바 땅 년백이 자와
제 차르바레스. 내가 짬지기 삼로 대가스 땅모 짬지기.就是不管是说法者或是听法者，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就是说法来听法的话呢，光只是这样的动机升起的话，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呢就完成了。 드네 단다 라바나진디 택바 첨복이 땡주지레스. 那么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一部论呢是大圣的论著。 드네 지당양 택바 첨보 스디 디 첨보데 와사 첨보당 야가당 딘레라 마고나 패체 야가 멘도스 딘레치네 마고와 체나. 那么我们讲说呢，这个大圣的这个大的话呢，绝对呢不要想说是他的这个地位很高，是这个是非常这个书圣非常好，希望大家不要这样的，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思维。 니랑기 택바당 랑잘기 택바디스마 누가 잡으치 권영이 말했어. 不可以呢，这个想说声闻乘小乘呢是这个不好的，是低下的。 딘레 고소마이나 최빵마기 예바양 사시그레스. 那么要是这么想的话呢，会有就是舍弃正法的这个就是恶业。 드네 달렌 니 택바 챔버레스 챔복이 드주고비 줌센테 드네 줌셀 방보여. 那么在这边呢，讲说大乘的讲这个大呢，是有很多的原因。 따와 챔보 시라레 知道吧？ 따와 它的这个根基呢是非常广大的。 삼로 땅땅야 따와 챔보 임비 줌센지 삼로 땅땅야 챔보 시라레. 那么因为它的根基是非常广大，所以他的想法呢也是这个非常广大的。 빼나 년퇴당 랑상제기 드네 리젠 대속에 캄숨 코르바디 둑자레 캄숨 코르바레 탈고기도 삼백이 삼로지기 요하레. 像说呢，声闻缘觉种性的人呢，他们呢想说轮回呢是不好的，要从呢轮回中解脱。 택바 챔복이 리젠라 캄숨 코르발라얌 대야기 삼로 요하마레라 탈바당 시와기 고황라얌 대야기 삼로 요하마레스. 的种性的话呢，也没有说这个想呢不住三界轮回，也没有想说呢要安住于涅槃的果位。 대소 탐제 때네 따와 자첨부 임바당 삼로 땅땅 자첨부 임백이 따 대순 대소레스.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呢这广大的见地以及呢想法极为广大的这个征兆。 빼나 멜람지 잡나양 멜람로 조야 매바 잡기 요하레. 还有像说发愿的话呢，他所发的愿呢也是无穷无尽的。 지점 레당 유망 타줄바 다기 멜람사야 대자모스 레당 유망바 마제기 춘춘 되네 네 멜람 차려 메스. 像说呢，在普贤行里面讲说呢，业跟烦恼无尽的话呢，我的愿呢也是无尽的。 자 된데든 된데기 줌센 망부시라레. 像这样的，它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되네 대인도 택바 챔복이 최년도 가나양 삼로 땅땅 대양 두준 땅 만dra베기 삼로 자체 땅 투고 그래. 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在听大乘法的时候呢，也呢要比平常的这个想法呢，不要也不应该是平常想法，要比平常想法要来的这个广大。 두준기 삼로 템보 충충 되네 약 강사 링보 퉁퉁 생각해 된데기 두준 삼로 된데 마임바 다른 삼로 때 강사 땅땅 카하 땅. 平常呢，我们会想说大小长短等等，我们呢现在在这边的想法呢，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必须呢要是不同的想法。 빼나 말한수 상주기 말람 숭디 대비 상제 되솔라야 전에 소와답이야 차체야 제법이야 단다기 상제 되솔라야 차체 제법이야 마홍비 상제 상산이 다다 마제바 되솔라야 단다 전에 차체야 제법이야서 그래서 삼로땅땅 택바 첨복이 삼로땅땅. 像说呢，我们在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像呢，就是现在诸佛祈请顶礼供养。
然后呢，也向过去诸佛祈请顶礼供养，甚至呢，向未来即将要成佛的未来佛也祈请顶礼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呢大圣的大圣的思维。 tene tekpa chenpoki chölo lobjong cheya tang nyamlen chendo yona disutil tetse tene tatani gomshi chago kures samlo dinde tang telo gomshi chago kur 那么就是想要这个听闻大乘教法的话呢，那么像这样的这种思维的话，会变成是呢平常像这样的这样去思维，会变成是一种这个习性，会一种习惯。 간당한저 상이기 칼라 드링 사자기 생인데부 든레마도 삼로 땅 두기 말을 那么我们呢说，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呢这个吃我明天的要吃的东西，我们呢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这样想的。 대가 나지 tene 데비기 딕바 빵야 딕바 샤야 단데기 딕바 샤야 인다 이 마음바 다다 딕바 잔 사 마상 해나 파샤야 든데 게체 요레스 然后呢，像说呢，忏悔过去呢所造的恶业，还有忏悔现在呢所造的恶业，甚至呢在将来还没有这个造的恶业呢，也呢这个加以忏悔。 다 tene 다 택바 쳔부기 땐주 이제세 시월하 생긴기 숭 전주 생긴데 모트비 갑인스 好，那么现在呢是要来这个介绍，这个大圣的论著是吉天菩萨所说的入菩萨行论。 tene jese shiwala ki kortila ta phechewa tingsang tajanam ta chocho yor dendu kana mixe ki ngen goni jubot lab goya midus 关于吉天菩萨他的他的这个传记呢，可以说现在呢大部分呢在这个网络上呢都有。那么我呢是不需要呢再特别的说。 이나양 남탈 ki semba kashe yang samnona mashong 남탈 된데 요레스 是呢，有一些就是他的的传记，他的这个事迹，他的这个事迹呢，有一些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呢所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容纳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容纳的。 ena sherab liu de bujigina tene keshe shetang de tingsangi ripram hawa orang tingsangi ripram hawa tisogi keshe sheba nangji dele chan has dende yore riglam yangke jumsen yangke jumsen riglam yeba dende 那么像说呢，在就是智慧品第9品的智慧品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像现在的这一些这个理论家呢，这个所说的，他有他的这个是原因跟他的这个理路跟道理的。 tene sherab liu de buina tingsangi ripram hawa tisoda keshe shena phe cheba gite dele shidang mochar chemboche zigur chegires 那么像说呢，为这一些这个理论家呢，在跟他们讲这个智慧品的话呢，不能都会认为是极为这个神奇的。 이나양 셔럽 리우기 참 사삼 찍을 랩디 찍지 기와래 강생어도 응메다 생지 디 찍을 랩디 때는 시월라 남칸나 야다 예송어스 那么当呢，就是这个就是吉天菩萨讲到这个智慧品的当时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呢，这无余相，涅盘这个最极尽。当呢，就是吉天菩萨讲到这个寄送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吉天菩萨呢冉冉升空呢，到就是这个到最后呢，就是就不见人影。뭐다 디테 딩상 리퍼 하와트서라 셰나 남절로 조기 말았어 像呢这一部分的话，对现在的这些科学家或是理论家呢来讲，对他们讲的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베주 낭땡길 환통 전통기 중세기도 댕그레스 망쳐 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会这个想呢是呢这个这个藏传就西藏人呢在说呢这个见神见鬼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见神见鬼的这样的话的这个就是内容。 덴데 시대 망버레 페나 우마 주퍼싱 좀켄 숭켄 다바타바양 리퍼 하와 셰다 할레버레 那么就还有像说呢入中论的月称论师，
那么对现在的这一些这个理论家或是科学家来讲的话，他们呢也都是觉得是非常稀奇、非常神奇的。 이나양 참참라 리모트 디제버기 바죽니 오마쇼바기 로지든데 요아래. 那么这个有呢讲到说呢，岳称论是呢，从这个在墙壁上所画的牛，这个挤出牛来的有这样的就是故事。 다 디스테디 고용들 때지직 삼지 미쳐봐 삼로 다다기 삼로 땅땅대 레 갈네 삼로 자첨부 땅생현 속에다 그래서 셰나 남절 로그레스. 那么这个就是当耳朵听闻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就是要是这个就是会这个想法这个心量呢广大，想法及这个广大的人的话呢，他们呢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근데 양 카셰라 대마셰디고 대바당 당망천에 류이 세 삼켄인데 요아래 약보시라래 대양. 那么有些的话呢是听到这个的时候呢，心中呢升起信心，然后升起呢镜像之心。那像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 근데 카셰라 단디 다가서 둥셰 잡아래 삼켄티 삼로나 만져봤던데 요아래 다들 조야 요아마래 탑시 매래 달라. 那么这个有些呢，就觉得说了，这只是一个像是只是在讲一些这个故事而已。那像这样的人的这个想法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这个改变他。 근데 다 장주 선박이 람 따와 화장기 첨보 대당 뜀백이 삼로 땅땅야 화장 자첨보 쬐바 쬐당 자첨보 제당대 근데 다다 전주 나면 요아래스. 那菩萨道，菩萨的见地是极为广大，因为呢，菩萨道极为广大，见地极为广大，所以呢，菩萨的想法、行为呢也是非常广大。那么这在《入菩萨行论》里面呢都有。 근데 지당 가상 럽즈 라바이 장주기 쌤 생인데 땅 먼저 깨셔셰 탑 대야기 체도 근데 돈담 장주기 쌤 근접 장주기 쌤 쌤마 예바셰 예바 요아래. 像呢，昨天呢也有这个讲到说，这个菩提心呢有分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 근데 근접 장주기 쌤 나라양 멤버 장주기 쌤도 누가 장주기 쌤 세바제. 在这个世俗菩提心中呢，又分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 다 단단 먼저 망쳐봐 레 당법하기 근데 멤버 장주기 쌤 곰 장주기 쌤 냠낸 제기 요스디 패체 멤버 장주기 쌤 셰되기 요아. 那么像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这个初学者的话呢，是在就是发愿菩提心，是在呢这个修学这个愿菩提心。 근데 타당년 비샘진 탐제 상직 고방로 끄기 세삼야테. 想说呢，要呢就是安置等虚空所有一切众生呢，至佛陀的果位。 근데 딩에 가상 라바이 다데 타당년 비샘진 탐제 상직 고방로 끄 세두 근데 다 니레 나스기 삼바 장용야 요아마. 昨天呢也有讲过，就是心中呢想要呢这个利益等虚空所有一切众生呢，获得佛陀的果位，安置所有一切众生呢，到达佛陀果位。像这样的这个心呢，是所有善心当中呢最好的，没有比这个还要好的，这个就是善的心念。 맹캉 뭉차 망부 잡기 세 삼비 삼로 땅 겐소캉 뭉차 망부 잡기 삼비 삼로 레짱 타당년 비샘진 탐제 상직 살라 끄기 삼비 삼바 깨찍찍대 디 시dra기 자체그레스 디 삼로 과사 토그레스. 那么像说呢，这个想说要这个盖就是几十万间的医院，要盖几十万间的这个养老院，那像这样的想法呢，都不如在刹那间呢，这个想要利益等虚空一切众生呢，这个到达佛陀果位这样的一个利益，它的这个就是利益呢，比前面讲的这个盖医院、盖养老院的利益呢要来得大，而且力量呢也比前面还要来得广大。 근데 디 야가 인비기 줌센데 디 야가 인비 줌센 시자 망보여래. 那么之所以说比盖医院、盖养老院还要好，力量还要大，
的这个原因呢是有很多。 근데 다 좀생 찍대 덴트기 매니아지 여러분 삼제 탐제 산제기 고판나 그버 산제 터버 쇼 삼제 탐제 산제 그 살로 거기 이 대체동엔 되던데 저기 이 삼비기 디 멤버때 데라 이지 여러지 이지 那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愿呢这个所有一切众生呢都获得佛陀果位，就是呢要利益所有一切众生，要安置所有一切众生呢，这到达佛陀果位。像这样的愿呢，像这样的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有它的这个根基的。 벤나 걸라 쪽까지 여나 젠드보단 걸라 쪽까지 여나 걸라 다투 렌도 산나 투고기도 삼비 삼로 여바이나 근데 주야 여바지 이지 고겨래 주야 여바지 那么比如说呢，这个衣服脏了，衣服脏了，然后呢想说哦，我要这个洗衣服了。那么这衣服呢是可以洗干净的，必须呢有这个衣服可以洗干净它的一个这个根基根源。 대인도 벤나 잠링 시대 잠불링 시대 영어쇼 삼비 말람데 패제 룹갈래 가버렸대 像说呢，这个愿呢，这个世界和平，我们呢愿世界和平呢，我们发这样愿呢，要能够达成的话，是可能的是这个不可能的，是困难的。 니마레레즈 다바레레즈 롯주정아레즈 용나 용지레 잠링 시대 니마레레즈 다바레즈 롯주정아레즈 잠링 시대 용시레스 那么就是呢，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天、一个月，或是10年、15年，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是有可能的。 이나 차상수 잠링 시대 용약 제도면은 맞잡스 러기 메다 但是呢，我没有说要你们呢不要发这个世界和平这样的愿。 잠링 시대 용어쇼 선이 니마 찍 추수 찍 시대 레트바 이나 추상레스테 고레스 잠링 시대 레버쇼 선이 면람 잡네 추수 찍 시대 레나 야포레스 那么像说呢，这个我们呢就是这个在一天里面的1个小时，这个愿世界和平，像这样的话呢，这个能够呢就是1个小时世界和平的话也是非常好的。 대나시 새 링워쇼 내 뉴워쇼 선비 삼로테서 패치 다 누비약 이지지 요아마레 那么说呢，这个愿长寿，愿呢这个没有病痛，愿这个就是少病，然后呢或是愿这个像这一类的话，大部分说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呢这个达成的。 참참라 새 까르망아 링네 링위 텔 자고레 참참라 새 까르망아 링로 제바이나 다디 디와 제고레스 那么就是呢这个有时候呢会就是延长个这个5分钟的这个寿命。 근데 첼로 치차 투 버쇼스 말람 잡히 망고 요레 디딘데 마신 데케 요아마레 那么说呢，要这个长寿到，比如说呢，这个这个几万岁，那么这个的话，长寿呢，这个就是这个万年，那么这个的话是不可能达成的。 제상 다다빠나 파보 상보집이 말람기 칙 타마들 녜송 내나 말루 똥버쇼 생지 요아레 칙치 디데 응원에 말람 잡 잠켄게 잡야기 리지 요아레스테 那么像说呢，普贤行愿品的最后一句呢，就是愿恶道无余皆空尽。这个的话，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发愿这么愿，然后呢，也有就是能够达成的一个它的根基的。 디 지여바 하 고약 체도 되는 간주 셰럽 기초라 되는 간주 합당 셰럽 이그나네 셰럽 기초라 간주 때지 지여바 이나 那么为了要知道说这个是有它可以达成的根基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绪中的这个智慧。 되네 단담 장추sem단담 장추기셈 생인데 때지 여바 이나 되는 디주테디 저런 자고 그랬어 那么要是在事业心绪中呢有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话呢，就能够呢就是这个知道。 또 딘디케체 망보레 단웅 베나 셈친 탐 제상 제버쇼 셈비 삼로데서
Tene yang samlo nangla semchen tamche sedu ta changka jewa chitra bumtra dungjur mangbo kashi shego rwa. 那么，我们心中的想法说，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呢证得佛陀果位。那么这个众生的话呢，是这个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呢就是这个几亿，比那这个亿呢还要再更多。 Tanda semchen rere zinire tsigi nima rere zinire tsig hen eto tadu kana yang tsam tsamla rangansu semba sumbozo semba chobozo hintende nesu mangboyor. 那么像说现在呢，我们呢这帮助这个就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有时候呢我们在帮助他一天或是2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伤心的事情，都会让我们伤心。 대인도 semchen tamche sanjigi sala kwe sedida pekale kabore se yang kashi ngandu dinde tensigires. 那么所以呢，就会有就是有人呢有可能呢会这个想说哦，要利益一切众生到达佛陀的果位，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대ተ네 단담 장축기 셈 생티스 콜 유미비 다tas. 那么这就表示呢，他是心绪中没有胜意菩提心的征兆。 제선타 전주 나라 tene 장주 셈베기 삼로 땅땅 장주 셈베기 따와 쳇땅 콜 차상 숭요. 전주디 내가 침부시라레스. 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呢，关于菩萨的想法，菩萨这个要有怎么样的这个见地，菩萨见地是怎么样，在这里在这部论里面都有讲到，所以呢，这部论极为重要。 따와기 쳇소디 내가 침부시라레스. 페나 kapur sekente yugre sambe 따와 요나 tene kapur sekente 통두 kana 대당 tim비기 tene 죽도 체그레스 라가 레그레스. kapur sta re ham고다 자게. 디 tukre sambe 따와 요나 대당 tim비기 tene 죽도 체그레스. 죽도 sana 라가 레. 那么就是要是心中呢有想说这个樟脑呢它是毒的话呢，那么你呢就是会这个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行动呢会这个出来。 kapur sekente menre se sambe 따와 요나 그냥 대가 나신기 죽도 제당데 가하래. 就是呢，这个想说呢，这个樟脑是这个药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见地这样想法的话呢，他呢就是要这个就是这个入到这个樟脑的这个情形的话呢，或是去用这个情形的话呢，会是这个不一样的，会是极为不同的。 kapur te mendan tuk 니가
不是光全部的事情大我几个月的。我们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黄金呢是非常好非常昂贵。切张他专注拿了讲究身边的大我切当的切上月的。所以呢，在这个就是入菩萨行论里面呢，这个都就是关于菩萨要怎么样鉴定呢，这里面都有。讲究身边的宽让了，可大就看得通的没。那么像说呢，菩萨看菩萨自己是怎么样的这个看法，讲究身边的没想到，那大就看得通的没。然后呢，菩萨看其他人是怎么样的这个看法。但呢，讲究身边世间的云认同世间的看得这个呀，这个有没？还有呢，菩萨呢，像是怎么样在这个看呢这个时间的这个长短。讲究身边的盲用三件极世间的东，三件太也把世间的三路当看的一面。还有这个菩萨对于这个多少，比如说一个众生以及无量众生，他的看法是如何？但呢，大把切当这么些满因吧，大把的，但呢，大把的他公司用呀个切都，人别娘说烂当，当过呢嘛有的是。那不只是说呢，有这个就是不只是在讲菩萨的见地，而且呢，为了要有这样见地的一个习惯性，他呢会这个依次的就是这个修学。那么这个依次它的顺序呢，是从头到尾呢都这个说了。但呢，讲究身边三路当的我呢，没是压迫的，刚刚是偏头全部有的，是那个些留当不能忙不些呀。菩萨的想法非常好，利益非常大。那在第一品里面，这个说了这个内容。这里留现在那些有的。那么在其他品中呢，也有讲到。这里留当不给住了，他真正给讲究个什么的，热呀个切都，让给住了，这样个切，他是可以当过有没？讲究个什么的，让给住了，这热呀个切都，可以切过有没？那么在第一品的最后呢，就是像这么样好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个要怎么样在这个自己的心绪中呢这个升起？这里没是这当讲究什么的偏远的上了当下这样，这个样是这样按照讲究个什么的结果个都什么上了的那个人。那么去思维菩提心的利益的时候呢，我们呢心中就会想说，我要呢这个让这个菩提心呢在我心中升起。这样子忙起我来了见下大着是。那么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呢这个懈怠者，针对有么的钱就忙起我了。我们大部分的人是这个不精进的。我那也没针对。我呢也没有，我呢也不精进。但我就这样去针对明天来了见得说了，讲究个什么事情的我呢，学钱不砸钱不差的要的是。那像我们呢，就是不精进的懈怠者呢，这菩提心呢，它就是这个非常重要、非常这个珍贵的。sem chen tham che sanje ke sala ko ya ke che du nga nge ji so go du san me ni karma nga ji kuna de ge dik di yares sem chen tham che sanje ke sala ko ya ke che du nga rang libo dabo jab go du nga rang libo dabo jab ya ke che du chik sa ji nge go du rest 那么像说呢，想呢，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呢，这个正的佛陀果位，我呢要好好的来照顾我的身体，我要好好保养了身体，然后呢，因为要照顾身体、保养身体，所以呢，我这个休息5分钟呢，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好的。等呢留我呢嘛留忙不去了，就当老将给人把忙不起来的，他眼的白钱的老板，地那些是的老将呀给切的。那就是菩提，这个就是入菩萨行论从头呢，这个到尾呢，有很多品呢，都是关于就是在这个学习方面，就是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修心。那像刚刚讲的这个，也是在这个修我们的心。但呢，讲究个什么的结巴的切呀个切度，但呢，看啥上阶段讲究什么提出了，恰次呀，确不票啊，这个些有的。为了菩提心呢，在自己的心中升起呢，就所以呢，向诸佛菩萨顶礼供养。
Tene chepa tiso yang rangi are yakpo jin samdeva tiso pure. 那么像说供养的话呢，就是自己呢想呢什么是最好的，那么就把自己所这个想的这个好的来做供养。 Hyuhala korang ngangbaki ket tung nyebu yeba mendro ngangbaki ket tiso pure. 那 Hyuhala ngangba hako jiu ja ngangbaki ket tung nyebu yeji rwas ngangbaki ket yang tene ngangbaki shindu ket nyebu tiso pure. 好，那么像呢这个就是呢这个吉田菩萨呢，对有些呢就是那这个鸟的这叫声呢，他觉得是非常的悦耳，所以他也把这个就是鸟的这个鸟叫声音呢，这个做供养。 Tene chui jabya te pe jagarla pe masi tsa chambu tsigi yobata. 在印度呢，就是非常重视沐浴。 Beba tiso shida chui jabgi yoyina me ne chui ji kangba tiso chui piyo yorin. 那么这个藏人呢，到底有没有沐浴呢？这个不知道，但是呢，也呢这个供养呢，这个是浴室啊，供养这个水。 Tene tene dikpa shaya 还有就是忏悔罪业、 jisu yi rama chaya 水洗 ta tiso ki yenla mangbu dos. 在像这些的这个这些内容呢很多。 Tene nenga cheshu te changchu ki sem chebar chaya ki chetu mangshi dabu te tene konshu sumda chapsu doyat. 为了要菩提心的升起，它的这个基础的话呢，就是要皈依三宝。 Tene chapsu doya ki rimba mangbu sungu yoris liu ta nipa tang tene mang. 那么在第二品里面呢，也讲了很多就是皈依三宝的次第内容。 Tene chitang nge talen ngotre chebi kapsu tene liu guba tang jenda liu tiso ya ma tene kese segi yes. 那么我在这个介绍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我会把第九品跟其他品呢，把它呢就是混合起来说。 Tende cheba ina charang su le tangbo ba kashe le pen to yong sambi reba yes. 那么我呢想，我这样做，我这样这个的说法的话呢，我想呢，对这个初学者呢会是有这个帮助的。所以那这个做到当今。